睇影片前記得撳埋個鐘仔啊！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多謝。街の動物園は忙しい大変だそりゃ大変だ私もちょっと大変なのよあいつのハート追いかけて夏の日差しは恋のリズムなのにどうしてなの大家好，歡迎收睇團長日記，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團長今集同大家食火鍋放題。傳聞呢間霸主級放題場係創立無限時打邊爐始祖。睇介紹資料有靚牛肉、自家製手打黑松露丸、台式飲品、台式小食等等。團長自費以最真誠嘅態度帶嚟最真實嘅一面俾大家。開餐前先了解價錢，午市4.5小時火鍋放題，價錢分5個 level 俾大家選擇。Level 1西班牙冇激素豬肉片，仲有牛肉雞件，平日成人163蚊一位，星期六日假期成人173蚊一位，小童價會平少少。Level 2就係我今日試嘅套餐，美國 Pie Square 牛肩胛肉片，加上 Level 1豬牛雞肉類，成人平日188蚊一位，星期六日假期成人198蚊一位，一樣小童價會平幾十蚊。其他更高級牛肉 Level 3、4、5，價錢每高一級都會貴少少，而可以選擇嘅肉類越多越高級，仲有加40蚊一位升級海鮮配料。見到有鱔有花膠，我今日都會試下。每一級套餐所包括嘅肉類我就唔詳細講，有興趣嘅撳停慢慢睇。火鍋湯底選擇豐富，左手邊一頁已經20款。團長推薦鍾意食牛肉，點右手邊日本壽喜燒 Sukiyaki 單鍋唔使加錢，如果點鴛鴦鍋另外要加48蚊。呢48蚊我體驗過，值得俾。第一，火鍋加湯用原湯，唔係大陸白色好渣嗰啲味精水。第二，火鍋湯頭有用心製作，從湯頭顏色、味道、香氣、配料送到過嚟，你就會體驗到鍋霸火鍋湯底水準，有齊色香味三大元素，足料我會俾好高分。仲有兩樣見到當日關於價錢，提一提大家，有樂悠卡人頭費平多10蚊，全單總數有加1服務費。安排好座位，清楚收費，同大家出去自助區睇睇，有溫暖工房、暖飲品、維他奶、麥精、朱古力奶、薑茶、烏龍茶等等，凍凍地最啱飲。其他飲品3個大雪櫃，相信一定夠飲。3款啤酒，最大路嘅可樂、金桔檸檬、提子汁、橙汁、清涼爽、梳打水。放題經常出現種類都有，各式紙包飲品，多數超市都可以買到。另一個大雪櫃有餐廳自家製台式茶類飲品，桂花烏龍茶、烏梅山楂茶。都有幾款俾大家揀下。當日我比較鍾意呢支台灣黑糖冬瓜檸檬茶，少少甜夠味好飲。醬料區方面，老陳醋、胡麻醬、火鍋豉油、花椒油、沙茶醬、生熟蒜蓉、葱等等，一般放題常有，都算齊全。午市有個小福利同大家講，幫襯4.5小時套餐。Follow 鍋霸 IG 送多一杯即沖台式飲品，俾個版樣大家睇下，超大杯，味道唔錯，少少甜可以。叫嘢食用 QR Code 落單，左手邊俾大家睇一睇，裏邊有火鍋肉同配料，台式小食同其他熟食，點份炸魚皮做前菜，鹹味好輕幾脆口，
鍾意重少少口味，出邊自助區有4種色調味粉，可以倒落去撈嚟食，或者問職員攞個紙袋玩色，勻循啲再食，同 M 記食薯條一樣食法。用 QR Code 點嘢食，大約5至10分鐘就嚟齊，當日全餐冇漏單情況。第一輪食物到齊，大家開餐。湯底一邊壽喜燒，另一邊台式養生花膠雞鍋。湯底本身有幾嚿花膠，升級海鮮加40蚊，會有花膠任食。因為藥膳湯頭夠味，叫多2碟放落去，慢慢煲吸味，再食多幾嚿。花膠處理軟身得嚟，保留到有彈性、有咬口，豐富膠原蛋白，滋潤皮膚養顏。乾燥冬天食，暖粒粒補身，任食真花膠，第一個回本位。Level 2套餐裏邊，美國 Price Grade 牛肩胛肉片，牛膊頭呢個位比較啱追求健康飲食朋友。肩胛位活動量高，油花自然唔會重，肉質口感都算嫩滑，食落有牛味，但係唔會超濃。鍾意超濃牛味朋友最啱食豐門樓吊龍位，但係價錢唔同等級。壽喜燒出邊日本料理店食好貴，呢度200蚊左右。呢個湯底味道，任食 Price Grade 肩胛位，感覺已經好有誠意。我當日食咗6碟，算係第2個回本位。每位加40蚊，升級海鮮任食，點幾種同大家試下，值唔值得比？頭先花膠已經出場，仲有白鱔片、脆肉鯇魚片、脆肉鯇魚骨位、脆肉鯇魚腩位、黑毛肚、帆立貝、黑魚片、草蝦同蜆，唔算細隻，大小都可以。仲有少少其他海鮮，不過食唔到咁多，剩返嗰啲留俾大家親身嚟試。Level 2套餐加40蚊，升級海鮮，鍋霸海鮮拼盤就係咁樣。蜆煮熟之後仲黐殼，鮮味我就唔係好食得出，普普通通。脆肉鯇魚腩呢個得，肉質口感 Q 彈勁度好爽口，魚鮮味突出，靚貨好食。帆立貝肉質口感正常，冇太大驚喜，用壽喜燒湯淥熟，味道我幾鍾意，可以食下。黑魚片酸菜魚經常用嗰種，味道配壽喜燒，口感冇骨，一啖一嚿，一樣都可以食下。白鱔片味道口感爽甜，鮮味可以，起雙飛切片刀法，細骨位切斷，鱔肉煮熟之後會有捲起效果，加強爽口層次感，係一個功夫細心位。黑毛肚賣相差少少，感覺散散地，味道食落正常普通。蝦如果夠新鮮，煮熟之後會攣得越勁越好。呢隻蝦非常嫩，拆蝦殼嗰時睇到另一個位，蝦背蝦腸部分，每一隻都幫你清理好。一日賣咁多隻，好花功夫，算係另一個細心位。Level 1套餐主打西班牙冇激素豬肉片，油花唔錯，唔食牛肉嘅朋友都有火鍋肉片食。除咗豬肉，仲有雞件、沙茶牛肉、手工墨魚滑、黑松露墨魚滑、幾款手工豬肉丸等等。火鍋豬肉片多數放題長，偏硬身，質素差，口感鞋口。呢幾塊西班牙冇激素豬肉片有少少驚喜，口感講得上個滑字，肉味就普普通通，唔算濃。湯底味道唔錯情況下，我比合格再高分少少。手工墨魚滑豬肉丸放晒落去慢慢煲，等待呢個時間唔好浪費，用 QR Code 點台式小食試下。台式小食我當日試咗畫面啲10款左右，鹽酥雞粒、炸花枝丸、炸墨魚卷、煎麻雞翼、麻辣豆腐、鴨血滷水拼盤。呢一堆小食味道，
有台灣街頭小食攤水準，同香港好少少台式料理店出品差唔多。推薦兩種俾大家過嚟試。雜錦炸物類樣樣都有，問職員攞個紙袋加自己鍾意調味粉玩色色，識食 M 記薯條就識玩。如果有小朋友嚟，呢一 part 最開心。另一種小食，滷水拼盤、鵪鶉蛋、豬耳、雞腎、豬大腸，唔會好鹹，滷水味可以，睇賣相識水就知夠入味。唔怕超標嘅，我比較鍾意食豬大腸，口感 Q 彈有咬口，邪惡嘢最好食。食完小食，手工畫熟晒，黑松露墨魚滑，嗰陣味唔係個個啱食。賣相都睇到密密麻麻黑松露碎，味道好濃，鍾意呢陣味實啱。純墨魚滑冇加其他嘢，肉質非常大牙，鮮甜味好夠，好食。梅菜豬肉丸陣味做到好似家常肉餅味道，鹹味好輕，一樣彈性唔錯，好食。沙茶牛肉沙茶嘅味道我就食唔出，唔算嫩滑，偏硬身。有啲鞋口，普普通通。雪糕方面，出邊有雪糕櫃，裏邊有 Mövenpick、Giant 靚雪糕、雀巢同牛奶公司雪條雪糕，種類都超過10款任你食。當然要食 Mövenpick 雲呢拿味。M 字頭雪糕出名最多原材料，細心睇好多黑色一點點雲呢拿籽，大家記得最少食佢2杯。又係另一個回本位。最後帶俾大家，餐廳佔地7000尺，有 VIP 房俾大家可以 book。地址旺角彌敦道601號，創興廣場4樓。鍋霸食到飽台式養生火鍋。如果坐港鐵過嚟，旺角站 E1 出口出，仲有全部火鍋配料食物菜單資料俾大家參考。有興趣跟住嚟食，冇興趣睇咗當食咗。餐廳整體我個人體驗，以呢個價錢嚟講，食物、飲品、湯底、雪糕、環境、用餐時間，性價比好高。但係就差咗食豐富大餐最後要有嘅甜品，冇西餅仔、台式糖水，代表到台灣嘅小糕點、台式甜品。就係呢個位差少少儀式感。鍾意今集介紹，請幫影片點個讚，訂閱團長日記頻道，分享俾你最好嘅朋友睇，話俾佢聽，原來旺角有間食成4個半鐘咁抵食嘅台式火鍋放題，有好玩好食，團長第一時間分享俾大家。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多謝大家收睇，拜拜，我哋下集見。